自2025年9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假句嘛未变做真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西结书13章第19到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3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责备以色列遐会照家己诶意思讲有言诶先知，甲因讲，着听上主诶话。至悬诶上主安尼讲：愚妄诶先知惨啊！因无看见什么异象，干那照家己诶意思编造有言。以色列人啊，恁诶先知甲住伫荒废诶所在会互你相款，城墙会破屉，因无去补，无修建，直到伫上主诶日拄着战争诶时，以色列无法度徛在。因诶异象是假诶，因诶有言是白贼。因讲这是上主讲诶，其实我上主无差派因。因既然得期待遐个话实现，我甲因讲：恁看见诶异象竟毋是假，恁讲诶有言竟毋是白贼，恁竟然讲这是上主讲诶，其实我无甲恁讲什么。所以即悬诶上主安尼讲：因为恁诶有言是虚假，恁诶异象是幻想，我要甲恁作对。我要伸手攻击遐个编造有假诶异象，甲讲白贼诶有言诶先知。因袂用得参加我子民诶聚会，袂用得登记伫以色列家诶名册，嘛袂用得转去以色列地。安尼恁就知我是至悬诶上主。因甲我诶子民带迷路。伫无平安诶时讲平安，亲像去抢壁诶时，因甲壁抹白花。你着甲遐个抹白花诶人讲，话有攻防暴雨甲大冰雹，甲城拍倒。城倒坏了后，人要问：恁安尼抹有啥路用？所以即悬诶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发大受气，用狂风暴雨甲大冰雹拍倒即个城。我要拆毁恁抹白花诶墙，拆甲平，露出地基，城要倒坏，恁要死伫城内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对墙甲墙抹白花诶人发大受气。我要甲因讲：城甲抹白花诶人拢乌有去啊！遐个伫无平安诶时，甲耶路撒冷保证平安诶先知，拢无去啦。即悬诶上主安尼宣告：上主讲，人子，你着当面责备遐个照家己诶意思讲有言诶查某人，甲因讲，即悬诶上主安尼讲：恁遮个查某人惨啊！恁甲人诶手骨把牛仔带，互因伫辟邪诶头群，想要控制人诶性命。减讲恁想要控制我子民诶生死，来求家己诶利益。恁为着几杯大马、几块饼，伫我子民诶面前亵渎我。无应该死诶，恁甲因害死；该死诶，恁留因诶性命。恁向遐个无爱听真实话诶子民讲白贼。所以至悬诶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知我痛恨恁用来操纵人性命诶斧仔带。我要拔恁手骨顶面诶斧仔带，解救互恁控制诶人，讨放遐个亲像鸟仔互人掠去诶人。
我要倚伫恁辟邪的头君，解救我的子民，互因无搁受恁控制。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毋捌互义人伤心，毋过恁讲白贼，互因的心艰苦。恁鼓励邪恶的人，无互因悔改离开歹路，来保全因的性命。所以恁袂搁看虚假的异象，袂搁讲白贼的预言。我要解救我的子民，脱离恁的手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假句也袂变做真的。近年来，假消息已经成做全球关注的核心议题。伫逐种网络社群平台和通讯软体顶面，拢通发现似是而非的假资讯不断地流传，也是企图欺骗金钱，也是激化对立，毋简单影响大众的认知，也互人际之间的互信和沟通更较困难。这种现象凸显出媒体、企业、政治人物等只注重追逐流量，无视真实传递资讯的责任。伫遮的阅听者若欠缺判断力，真容易受家己的喜好、意识形态影响。介在台湾有真侪平台相似组织假信息散布，亲像卖五片、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等，呼吁众人爱留心所接受的资讯，保持思辨的警觉心。其实，假消息并毋是甚物新闻，是伫每一个世代共同面对的情况。亲像以西结所念的时代，犹太国一下仔互埃及压制，一下仔受逼屈将巴比伦，国家动荡不安。伫耶路撒冷的众先知，为着安抚民众不安的心，用假预言，上帝必定拯救，也是王国必然平安，鼓励众人乐观面对未来。伫民间编造预言的妇女，就为民众防制手腕上的毛带、头壳顶的毛带，互人心中渴望的答案。原本先知应该真实传递上帝的话，敦促人民悔改，全然信靠上帝。总是因却伫人顽固的心头添火加柴，亲像狐狸欢喜徛踮废墟的出入口，毋简单未尽家己的责任，咬伫人民的伤喙牙炎，只为谋求家己个人的财富。所以，上帝差遣以西结警告这个假先知，讲因编造的预言，宛如石墙固袂搅拌的石灰水，看起来坚固，却丝毫无法度挺过狂风暴雨、冰雹的袭击，顷刻之间就倒坏。上帝警告假先知着赶紧悔改认罪，收敛家己的言行，因为上帝必然听发因，解救遐个受欺骗的人。不过，以西结一人敢有法度抵挡一阵假先知是无？显然非常困难，因为人人拢欢喜听到平安，特别是危机当前的时刻，人要介意激励信心的言论，叫做家己会当逃离现实的困境，甚至人会自动过滤认罪悔改和改变现况的呼声，拒绝转来到主爱的上帝面前。这是先知以西结的挑战，也是现代台湾教会的挑战，因为教会是先知性团体，除了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
努力带人归主，也需要正视假信息带来的危机，尤其是无共年纪、阶级也是社群之间的矛盾，以及网络上互相谩骂引发的冲突。教会和基督徒应该以身作则，尊重佮接受无同的声音，加讲真实佮有利益的故事，减讲有诶无诶闲仔话，打造真诚拍开的对话空间，才当减少对立。默想基督徒安怎帮助社会，削弱假信息的力量，佮宣扬福音呢？基督徒着安怎帮助社会，削弱信息假的力量，佮宣扬福音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佮公义的主上帝，你的权能偌尔伟大，伫这信息流通快速，却逐步失去真实的世界。我恳求你赐智慧，教导阮对似是而非的论调中辨明真相，阻挡背后邪恶的操作力量，造成社会的混乱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